今日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，因香港發生咗好可怕嘅5級火警，對於居民、家屬、救援人員，甚至好似我哋普通市民，都感到極大傷痛同恐懼。今日，小編想同大家分享簡單而有效嘅心理急救方法，幫助大家喺災難後安撫情緒，陪伴家人、親友走過艱難時刻。喺災難中，你可能感受到恐懼、悲傷、憤怒、罪惡感，甚至覺得自己冇力繼續生活。請記住，呢啲感受都係正常嘅，你唔孤單，好多人同你一樣經歷呢啲情緒。希望呢條短片可以幫到你，及提醒你，你值得被支持，值得好好照顧自己。方法1：方塊呼吸法 （Box Breathing）， 目的係安定心神，降低緊張與恐懼。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坐下或站立，吸氣4秒，屏住呼吸4秒，呼氣4秒，屏住呼吸4秒，重複7次或更多，直到感覺平靜。方法2：5、4、3、2、1感官歸位法，目的係幫助大腦從焦慮或恐懼中轉換頻道，回到當下，讓心情逐漸安定。步驟1：望下周圍環境，揾出5樣你可以清楚看見嘅物件，盡量描述佢哋嘅細節、顏色、形狀、大小、材質。例如，我看到一張木凳，佢係啡色，有4隻腳。步驟2：專心聆聽周圍嘅聲音，揾出4樣聲音，可以係自己嘅呼吸、衣服摩擦聲、街道車聲、鳥叫。嘗試分辨不同嘅音質或方向。步驟3：用手或身體去感受3種不同嘅觸感，例如手指觸碰衣服嘅布料、椅子嘅硬度、腳踩在地板上嘅感覺。步驟4：深吸一口氣，留意空氣中嘅氣味，揾出2種氣味，可能係食物嘅香味、身體嘅氣味、空氣中嘅氣味等。步驟5：嘗出一種味道，可能係剛飲過水嘅清淡、食物嘅餘味，或只係口腔嘅自然感覺。如果冇味道，可以慢慢飲一啖水，感受一下。方法3：自我安撫擁抱法 （Butterfly Hug）， 目的係透過身體動作安撫情緒。首先，雙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好似蝴蝶翅膀咁樣，左右交替，輕輕拍打肩膀或上臂，一邊呼吸，一邊默念，我正在照顧自己，持續1至2分鐘。方法4：給自己寫信，目的係透過書寫釋放情緒。攞張紙或用手機寫下親愛的自己或親愛的某某，記錄心情或難以對人說出的情緒。寫1至3分鐘即可，完成後可保存或撕掉。方法5：暫停與自我肯定，特別適合救援人員，都適合所有人。下任務或者照顧家人之間，給自己30秒暫停，做2次深呼吸，默念我好努力了，我做得好好，我會好好照顧自己。呢一個艱難嘅旅程，每一種情緒都係生命自然嘅反應。你已經好勇敢，願意嘗試照顧自己就係一種好強嘅力量。如果你發現情緒越嚟越沉重，瞓得唔好或生活受到困擾，請勇敢尋求專業心理協助，佢哋可以一步一步幫助你走向復原。小編誠心希望剛才嘅練習可以讓你放鬆，也提醒你並不孤單。請分享呢條片俾有需要嘅朋友，俾佢哋一份心靈上協助。